再打开啊！再打开啦！上进点，上进，没质量了，干！有新质量，有新质量。上进力量，长进怪。音乐暂停。来一个暂停。小六，六哥，无实力吼，莫伫遐咧臭屁，你知无？没有实力不要臭屁。伫咱这吼线顶咧叫嚣吼，无什么实力啊。哎呀，免伫遐来这套啦，你知无？600几人咧看你笑的啦，新小六。六哥，啊！哎，无啦，开玩笑的啦。我感觉咱连庄唔敢去台中啉啊，你敢知？无啦是，伊甲我讲，涂先生恁杯酒拢传好啊。因为台中啊闪过啊，台中爱生香过绕道嘛袂使啊，咱要去北部。你看，他都安尼，无啥都无啥，都甲这地当作小六安尼，有看到吗？各位朋友，来证明一下啦！来，刚刚有看到小六被我办掉的，刷加6一下。哎，办起来嘛吼，办起来，卡掉了卡吧？掉了，卡掉了吧？卡掉了。哎呀，甲刷加6一下啦！来，直接给六哥刷个加6一下，来加六刷起来啊！刷起来了。伊刚刚有咧，要不要喝酒？无啦，我即摆想讲嘛，连专门拢去北部啦。无啊，骂完其实嘿啊，随时都可以啦，嘿啊，啊，随时拢会使嘿啦。啊，哎，骂完公斤啊，可以啊，我们约一天啦，叫大家出来聚一下。对啦。那个各位朋友跟你们介绍一下来，各位刷掉，别人给你介绍一下。哦，我们那个骂完就是庙会达人，来，庙会达人，你们可以追踪他啦，这一个哦，应该追踪，伊基本上的 YouTube。没有错。哦，他都在拍一些 YouTube 啦，张永胜这一个，来，永胜哥，哎，你们可以去追踪他啦，去追踪一下。对啦，哦，真的啦。如果觉得他的节目不好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开直播来帮你干掉他，不错吧？可以。不，要么跟我讲这些啦，以他的专业哦，介绍我们台湾的庙会，我觉得很厉害。文化，这就是我们台湾就是需要这种人才，对，没有错。 YouTube 面顶咧介绍咱所有台湾的一个在地的文化，对吧？对，其实袂歹啦。可以的。啊干恁娘，鸡巴恁爸甲你介绍遐久，你搁一直叫恁爸啉酒，安尼是对啊，唔对？安尼是对啊，对。莫安尼哦，不要这样哎呀，啊！骂完唔通安尼啦，对啊，多了啊！母汤啦，唔通，爱做工课啦，哎呀，爱做工课。要来上班啦。改天啦大家晚上好哈，这个时间点开上来跟大家有说有笑。今天开上来虽然是半夜啦，就是挂没啊啦？开开跟恁开讲者。对啦，没错。哎呀，哦，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现在全台湾都知道哦，不要转移话题，无人阮兜车歹去啊，车去送修理啊，还佫关一两工啊才会好。当然，伊等下开阿发来，我袂来陪你，莫讲你车歹哦。嘿，叶玉婷讲伊的会袂付去用退掉啊。有回。哦，好 ，OK， 我再帮你处理好不好？好啦，恁处理一下。来找天风喝酒，天风现在在忙啊，他最近有家里有发生一些事情，一寡问题啦吼。啊，他自己私人的事情也不干我们的事，无阮的代志，好不好？你剩5分钟可以插，什么意思啊？意思讲5分钟会使安尼插，啊，过来就5分钟就派车来给咱插。卖安尼啦，无啦，嘿啦，今日做工课啦，工作啦，好不好？那个改天啦，啊，小六跟你就要搞座位哈。啊，恁两个基本很。你现在跟小六有在一起吗？还是你们是分开的？来啊，再来哈，线上的朋友进来的全部打声招呼，说声晚上好3个字。来，全部朋友打声晚上好哦。晚上好，刷起来啊！然后记得啊，要追踪我们粉丝专业哦，记得一定要追踪我们的粉丝团，好不好？每一个人都进去我们粉专帮我们按赞啊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帮我们按赞、设定、追踪小铃铛，铃铛一定要开启，没有错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他说波不是叉啦，曾佩文呢？曾佩文不是那个兔兔吗？靠腰，
曾佩文美兔兔吗？那个兔宝，啊，就兔兔啊。杀了我北岛。哎呀，兔兔，你即摆也要来插一卡的对为什么吧？要吃兔兔？兔兔熬啉哦，兔兔搞啉熬没有？啉熬啉。我们在一起，你有没有要上来？跟我一样，跟我们去。无啦，迄车歹去啊，无车歹去，车歹去啊。真的坏了。小六跟伊敢有做伙啊？我唔知。无啦，各位朋友，其实吼，我甲小六足歹的啊，嘿啊，甲伊是真正足歹的，嘿啊，拢是敲电话互相吹炮尔，对我吧？都互相去吹炮。嘿啊，吹炮尔。来日本姐晚上好，哦，来大晚上好，卡者，甲卡者，甲卡者，来，各位朋友晚上好。甲六来，哥。每一个人都先刷上晚上好啊。喂，喂，你在哪里？你跟谁？这敢若肉丸的声呢？干恁做伙呢吼？哦，啊你倒位？台中倒位？哦，你在你家哟。我跟你讲啦，恁就是袂干恁才困在厝，你知啦？袂干恁啦，才困在厝啦。啊，你听吧，无开玩笑啦，嘿啊，好啦，开玩笑的，先这样拜拜。那个说爱你不差小啊，好啦，你爱我我就爱你，好不好？谢谢啦。哎呀，可是也不能爱我太久哦。5分钟的好，5分钟就好。5分钟不要太久，好不好？我没有挂你电话，我还在直播啦。所有线上朋友，我今天因为我现在要跟你们讲一件事啊。要甲恁报告一件代志。因为全台湾总共有1000多人。不，100多人，100多人啦，100多人，因为这个我们的天气，咱的天气突然就是温度急速下降，咱咧落楼梯的，足侪人怎因为安尼去世了？因为心血管疾病然后送去，没有错都开，所以我今天特地哦，全台湾都已经缺货了，全台湾拢欠货，全台湾拢欠货，我特别去厂商遐，特别去厂商那边帮你们生出100台的东西给你们去现实的，就是给你们福利这样，好不好？100台，限时福利，就是限量100台而已。我们现在总共加起来有800人在看嘛？有大概800人在看，有，但是没有关系哦，800、900人在看，我们限量只有100台而已，含100台，100台。这个东西你不要看它这样，卖看安尼尔，卖看伊安尼尔。好多你客串人在问啊，这一支最新型的，虽然很小台，但是一就修哎，干那修呢？这个是什么？跟人家介绍一下。来，这我给你报告一下，气，桌上型小资族的独立式暖气，不管你是在办公的，坐在电脑前面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台很适合你。坪数不大，对，是个人独立的，个人独立的。我等我一下，我等下看到你。个人独用看到你。个人独用的独立暖气。我等下看到你。桌上型的。肉丸卡赖来啦，好啦，我等下看到你啦。好没，我直播去了。好啦，拜拜。来，各位朋友，这个各位朋友就限量100台，都含100台。我们台湾的知名品牌啦，对，它是来自日本的山水，山水，它就限量100台，都含100台。这个在他们外面，你们自己去网络看，一台都是卖1099，自己外面看就知道。一台都卖1099，然后保固1年。来报告一年，卖你偌济？电暖器99块。你要起标，来你起标，一刀一靠，帮来帮动哎，来自己加油。0元起标啦，一刀一块来卖动。花落这袂落这啦，来8好了，来0元起标一刀一块啦，来8好了，来自己加油啦，来跟你加油，叫520不要这样啦，嘿啊，你一直给我录呢，哥你卖线嘛？无啦，我哪有可能下？1000啊，来1000。来，目前1000块。来，目前1000块。来1000，1000一种给我噻。来，中间这一台比较厉害哦，1000。我就1000啊。来，音乐暂停一下。来，音乐暂停。李彦勋，恁娘鸡巴的，恁爸咧开直播，你唔知北七，你是靠北哪小？哦，伊甲咱讲，咱三个白痴，咱斗咧死人呢。李彦勋真账号假账号，我查一下。应该是假账号。来，李彦勋在哪在？你即摆是咧靠北哪小？你即摆是咧靠北沙小？引导会死人啊。
恁爸开一个直播，你是咧靠北三小啦？阮开一个直播，你即摆是咧死人哟。啊，你入来看直播，无有较尊重的吗？你做无水准的呢？哈，你入来，你一个就咁样讲，阮兜是死人，我咧恁妈咧水鸡，恁兜毋才死人，我咧干你娘鸡掰咧！恁阿妈咧跳舞，你看有无？你要看直播，敢无有放较尊重的啊？进来看直播，尊重很难吗？来，那个李彦勋，辛苦啊啦，辛苦你，歹势啊，歹势。头拄仔有去恁兜念香啦，头拄仔有过去恁兜念香，啊恁爸嘛，嘿啊，恁母也算较早转去，你知无？恁爸母拄仔等去，恁知无？因母啊，因无爸。啦，伊拄仔讲阮爸母啊。无因母啊尔，因母也转去啊，啊这我头拄仔包爸包去。恁两个讲了，因爸甲因母拢开伊啊呢？啊，即个因母啊，因无啊，因爸有摕囡仔互我啦，我有包2500去啦。包2000哦2000啊！我你做面子啊！给你很好面子系啊，这个司机人包2500，应该是。啊，无咱讲今天若恁兜死人加加700尔。哦，如果你家死人刚好700而已。李彦勋，你即摆是三小啊？你即摆是啥小？啊，啊，恁爸头拄仔嘛死去啊呢，恁母啊甲恁爸做伙死啊，换安尼按2条囡仔呢。啊，恁兜第二包袂付去包啦，北部包。无要紧啦，即种人包一包就好啊。嘿啊，有需要无？彦勋，来资料老老的这囡仔行李啊，我感觉这无啥吉祥，你知六无？哥替咱出声。哎，讲安啦。伊讲哦，来，李彦勋，恁兜的猫仔某的草是生啊伤悬，袂去除草的哦。无法度啊，因兜无人会去除草啊。我讲真诶啊，你要看直播哦，放个尊重的，较尊重的好无？真正较尊重的。恁爸自头到尾无干着恁阿爸，干着恁阿母啦，你是咧靠北阿小。来，自头姊妹无干着恁娘，无干着恁爸，你只是咧靠袂啥小。你一入来就讲恁爸啥小啊，三个白痴哦，我看你较像白痴啦，你知无？啊，若要做直播来跟恁爸吹跑，我跟你说啦，等你有办法开直播的时候，你再来跟我讲啦。来，你开直播，你开上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好赶咱双直播啦。来，好赶上直播啦。干你啊，你听娘有无？鸡掰你懂我意思吗？来，这家啦，来，这只他多花偌济啊？ 1000啊！来，各位朋友，这个是电暖器哦啊，这一台不要看它小小一台，非常的温暖。再来，对，我跟你们讲，因为这一台我限量100台而已。含量100来，啦。电会关掉。来，电话拍掉者。你这个人做咱的小夜灯啊。可以。它可以当小夜灯，独立型的办公桌型的来，电暖炉。来好来，伊甲我招啊啦。甲你招啥？哦，伊甲我招啊啦吼，该送来哦。来，李彦勋，你电话来。来，你电话来，你来电话来，你电话来来，你电话来。你开分开。啊，老来老大来，你倒位来？来，你倒位？李默默直，恁免讲啥物别人的直播台。来啦来啊，李彦勋来。来，李彦勋，你来。开红干的电话留起来啦。你若有难叫人电话拍起来。干你娘！你是毋是查甫囝啦？干你娘！你是毋是查某的啦？伊查某的，唔敢臭臭鸡咯。袂使讲查某，你是毋是卡？你是毋是卡？你较正开的好无？卡小啊，卡啦，卡小啊，卡小甲卡拢共款。啊，李彦勋，来，李彦勋，那个李彦勋是别的直播台的名字，他创别人的名字。没有错。好，我也知道李彦勋他是默默直播台的。对，没有错。啊，人跟你无冤无仇，好赶你开你的真账号起来了。好干开你真账号嘛，对不对？嘿，无，毋是阮兜咧死人，是恁兜咧死人。领导咧家破人亡。我跟你讲，刷这朋友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李彦勋哦，刚好他家人，我先报告一件事情，都因老爸老母出门上班的时阵，徛桌板两个人相在，无细里甲拖拉机相碰，因老爸当场死亡，因老母搁伫病危。现主是你看这不好囝，过来这，甲阮关心，不要浪费你的时间，你懂意思吗？来。